代志发生的时阵哦，你随做一件安尼惊天地气鬼神的代志。是啊，我就开始食往来互大家看。咱话是这阵少年人，哇，足爱咱的农民，足爱台湾安尼啊。是啊，马上就摕公司的钱去食一顿往来青草。摕公司的钱就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，愈讲愈练灯。大家好，欢迎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咦？好啦，甲饲一喙啦，安尼啦。安尼大家就知影，咱今仔日要来讲啥哦？最近足热的新闻。哎呀，有够好食。有够甜吼。哦，听讲这个清明过了后会愈甜，所以大家也要听咱的农民啊哦。清明过了后，大量来甲注文。嘿，大出啦。要往来听农民。是啦。啊，咱讲到咱走新闻的对。其实吼，上大的一个禁忌。对。就是袂当食往来。无唔对，因为食这个往来，其实真侪人拢知影，食往来就是往来嘛。往来啊，就大代志就发生啊。系啊，因为讲实在，咱咧做这个媒体吼，若是大新闻，那唔是啥物好新闻啦。是啦，啊无就是像一寡灾难的新闻啦，有人车冰车啊，系啦，无人机撞落来啦，吼啊，地震啦，系啦，啊无就车祸啦、死伤啦，系啦，哎呦，哎呀，无就食去伫个街路要去用断死啦，这大新闻啊。像这虽然讲吼会咱互咱的收视啊变好，也毋过我无希望发生这种代志。对，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做记者的吼，袂爱食往来的原因。是啊，第一你会做无用的，第二发生的代志拢是无好的代志。拢无好的代志。啊，除了这个记者、媒体业之外，包括啥？医生、护士、医护人员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警察啦、消防人员啦。哎呀，搁有，其实公务人员嘛袂爱食往来。真的假？其实公务人员你本来是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啊过日子啊，你若是往来吼，进往啊业务量大量一摆，无用噶呢哦。所以公务人员嘛袂爱食往来。安尼咱全台湾各有啥会当食往来？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啦，吼啊要求做生意要大赚钱啊，对啊。啊，做生意大头家要大赚钱啊！啊，咱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，希望啊，当啊资源滚来，食往来上好啊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不过讲到这个往来哦，最近有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因为中国伫2月的时阵，中国禁止咱的台湾往来入去。为什么要禁止？因为吼，伊讲往来内底。去年开始，就开始有看到有一种虫叫做菇蟳，做介壳虫。介壳虫，华语叫做介壳虫。所以因为安尼的原因，所以为3月7日全面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中国。啊，这对咱的影响是啥？真大呢。真大。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啦。咱目前吼，台湾的往来是内销比外销较多。是。咱的台湾内底吼，10城内底有9城拢内销，啊有1城外销。但是这是1城外销内底其中的9城拢销中国，所以你中国若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，对咱台湾的往来员啊影响袂小啦。那边咯，啊就全台湾专门伫停台湾。全台湾停台湾的往来，专门要往来停农民呐，嘿啦。哦，你讲到遮顺，你真正足爱台湾。你较爱，我感觉你较爱，因为你代志发生的时阵哦，你随做一件安尼惊天地气鬼神的代志。是啊，阮就唔惊同业来甲咱骂啊，哎呀，阮就开始食往来互大家看，阮就随去大卖场，啊去买台湾往来，啊就开始抬，阮家己抬。家己抬啊，家己食啊，照大家看咱华视的遮内底的人吼，其实是支持咱台湾的农产品。所以你看咱华视这阵少年人，哇，足爱咱的农民，足爱台湾安尼啊，是啊，马上就摕公司的钱去食一顿往来青草。摕公司的钱就对，真正爱台湾，真正爱农民安尼就对了。对啊。
其實吼，這個往來的議題出來了，其實網絡頂個有這個討論的代志，其中一項物件，這是一真趣味的小故事啦。日本人來台灣佚佗啦吼，有一個踅到路邊擔，看到咧賣往來的菜兩塊牌啊，講寫自殺50啦，他殺60啦。哦，這個日本人嘛，規個攏講起，這是啥物情形？這啥物情形？其實吼，你也唔捌華語跟台語中間的差別的人吼，你真正會看無。所以你莫講自殺，你講自台。自台50，他台60，意思就是講。其實咱台這個字，平常時啊，你也用佇講台人的話，伊就是殺這個意思，對無？要毋過你也用佇個台水果頂懸，啊，伊就是一個平常時啊，咱就是咧台水果，對啊，台水果。所以這個是台水果的台啦，對，意思就是講吼。這個生理人賺一寡工錢啊啦，你若吼甲這個往來買等於家己抬，安尼一粒50，是，啊你若要他人甲你抬，安尼一粒就60，賺一寡小工錢啊安尼啦。我會記你吼，佇雲林啊，哦，咱之前花絮有報道過，有一個做到台往來的哦，其實咯，我跟你講，這往來吼，咱只有一個sample，哦，一粒往來，一粒往來。伊這往來吼，你聽講迄個咧賣往來迄個人，伊抬往來的時陣，伊只要開30秒的時間。寫一粒往來，抬一粒往來，只要30秒。啊，你看伊這皮這麼高啦，為堆開始先起尾嘛，這是往來的尾嘛。甲尾卸掉。往來頭嘛，甲頭卸掉。頭尾卸掉，啊，你該開始切這邊仔的皮，啊，擱愛甲切落好，30秒。有夠厲害啦！我感覺這真正是，所以人就是靠這道咧食趁食專業嘛，可以當表演呢。這就是專業，所以做任何一道攏愛專業。是啊，對無？你也用久抬久了，你嘛當30秒。無唔對。對啊，咱講到這個時候，咱大家講一件代誌，因為這件代誌了，除了較早咱講的自殺跟他殺，自抬跟他抬啊，這個物件出來了，還有另外一件代誌，我佇台語的面冊社團內底吼，有聽到人咧討論一件代誌。就是講，為什麼有的水果你會用寫跟切來講這個動作？對。啊，為什麼往來是用抬，西瓜是用抬，用破。哎，所以這有一個結論就對啦。結論吼，伊內底討論出來就是講吼，像菱果啊，菱果較細粒，紅果較細粒啊，啊，伊就用切的。下皮下了，用切的，切對半。是。啊，若像這往來西瓜較大粒的，是，你就用。抬的啊，也是講用破西瓜，嘿，啊，佫有另外一個，用撲的，佫有撲的，啥是用撲的？用撲的就是動作較大，撲。有啦，有人咧食迄個燒肉啊，燒肉啊，對，因為西瓜無好撲，你安尼撲落撲袂破，迄個燒肉啊會使，你安尼甲撲落了伊就，伊就煸開，啊，你就使摕來食，係啦。咱話佫講倒轉來吼，有真濟即個鄉親朋友食往來的家己。哦，因為吼，你會講，我會，你嘛會。其實我做這個食往來，唔是因為我佇新聞媒體咧做工課。是你本來就袂愛食。是因為我細漢的時陣哦，啊食往來的時陣，啊我唔知無人甲我提醒，我就食，因為迄個夾嘛，我就。數一個，結果咧，記得破空。哎呦，哦，這是安尼啦。好痛誒！我捌共請教過啦，伊講哦，這個往來有含一種蛋白酶，就是一種往來的酵素。是。啊，這個往來的酵素會來破壞咱喙腔的黏膜。哦。但是嘛，看體質咯。有的人唔驚，但是有的人足驚，像你體質就會驚。啊，我以後就無啥驚。啊，不過有方法呢，就是講吼，因為這個酵素攏皮遐較濟，所以你要食往來，你甲削皮甲削較清氣咧。第二點。這個往來莫去捌着水，啊！你也要捌水，無你就泡鹽水，泡鹽水會破壞伊迄個酵素。哦，鹽水哦。啊，無你就熱鹽。哦，無怪。有當時啊食往來，來熱鹽對吧？較袂加脂，嘿，較袂加脂安尼。啊，第四點就是講，無你煮好食，煮這個往來雞啦，往來蝦仔球啦。往來雞湯有夠好啉嘛，所以這種個就袂加脂啊，甲煮好食，甲伊個酵素甲煮好食，你就較袂加。原來是安尼哦，咱甲你講到這個抬往來過程內底，甲所有你要用切的啦、寫的啦，這數全部攏用入去啊。所有動作攏包含內底。咱小編甲咱介紹過吼，咱先來講吼，這往來修身的安那頭甲尾。倒吊。
剁掉、去掉拢会使。啊来吼，伊遐往内有一个肉，迄个肉爱甲淋掉，啊淋掉了后吼，伊可能内底有一寡剩的一寡皮、油啊皮迄，你爱佮甲卸掉。啊，你甲卸掉了后吼，你就开始切往内，然后切了别细地安尼。咱甲我讲了这往内切的过程了，我感觉吼切往内实在是足麻烦。足麻烦的，我是单咧食就好啦。所以也是他杀60好啊。哎呀，我甘愿加开10块。卖自杀50啊。是啊，交互专业要去做，付这10块。10块，伊就享受一个好食的往来切好，切便便，互你享受。倒伫咧盘，就会使开始享用啊。对啊，开始食啊。啊，其实往来嘛，咱做侪料理啊，咱较多讲到往来鸡嘛，往来鸡，往来苦瓜鸡。我最爱食苦瓜，内底人掺苦瓜去掺往来吼，真正是足好食。一定要掺往来，干那单纯苦瓜鸡，我看你才唔食。另外，佫有像咧往来虾啊球，往来虾啊。啊，咱台湾食正往来的有屏东啦、台南啦、高雄啊，这3个所在安尼，对啊。所以咱伫个清明过后到7月进前，是往来大出的时间。对，嘿，就希望大家做伙食往来，天龙明。安尼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你够专业袂啊？你去背往来啊？我养青你退休了去背往来？加歹命，无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唔通加入去啊？不是啦，我本来就是啊。嘿啦，这唔是歹命好命的问题。啊，你有这个专业的，你就去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认真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摆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